免了，把他们的手铐都解开吧。做了这么多面子功夫有什么用？你倒不如一道圣旨把我给判死，反倒不难。你以为朕不想吗？老九，朕没想到你一错再错，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我和你已经无话可说了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，别人毫不知情，他们全都被我给骗了。至于皇后娘娘，是我蓄意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她对你忠心不二，毫无动摇。总之，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错。你想给我定什么罪名，痛痛快快的来吧！九哥，把他们都压下去。是。走。齐胜，为何不速速判我？走，走。齐胜，齐胜，齐胜！皇上，皇上，太医，太医，皇上！他们两个回来自首了。哎呀，那这下他们两个人都难逃一死了。